听说他的手指是不是有的这个遗风啊，有一股冷气攻心，我们保护就瘫住了，就生病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这个人不信邪，我第二次去说，林建贵，你把那个人找来，哪个人？那个李秀梅啊，你不怕吗？谁怕？你就来了，来了啊，这个会帮他做，这个就少说了。连挂完号了啊，挂完号啊，求到的时候，线香一线往上，我就把它压下去，放手，再线再下去，放手，线3次压3次，弄得那个黄梅枝上肢体、下肢体不知道是谁，魂飞魄散。我一边点到一边纠正他们肢体错误，然后最好玩是啊，当点是点下去，因为我怕他会来一个侧击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站得远远的，看摩登啊，看摩登啊，点到你知道吗？点到真的吓一跳，一点下去，什么怪现象都没有。听说后来都不会来复审，就最好玩是黄梅枝。2日之杯哈，我去买水果，有时候我去买菜哦，跑光了，我留下来讲3把。结果等到下午到晚上吃了2针，他还不走，后来就好了。这个不要小看这个啊，奥妙啊。还有那个气功师哦，陈家珍啊，他这个很有意思，他点到会灌气，很强的磁场啊，这个就不要讲了哈。我们来看一个尼泊尔的，叫做沙迪，这个沙迪就在我们佛堂的旁边，他在刷牙我们看得到，他二楼刷牙我们看得到他，所以我们一举一动都看得很清楚。